如果你係做專業服務嘅公司老闆，想用 AI 幫手寫內容，但又頂唔順 AI 寫出嚟嘅嘢千篇一律，毫無深度，呢段片咧可以幫你搞清楚 AI 同埋私有知識庫點樣結合，寫出真正幫到客戶嘅專業內容啦。最近係咪好多人同你講用 AI 寫文案幾秒就搞掂啦？聽我講啦，千祈唔好傳信啊！殘酷嘅真相係冇私有知識庫做底 ，AI 咧只係一部行得快啲嘅廢話打字機嚟嘅啫。而家做保險、牙科、律師或者會計嘅老闆，好多都犯咗同一個錯。打兩個 prompt 就想要一篇神級嘅文案，出到嚟咧表面就好順啦，但係其實裏邊咧空洞到一個點啊！點解？因為 AI 咧只係識得喺網上邊抄嚟抄去啲大道理，完全冇幫你諗咧點幫呢個客戶避坑、解決問題嘅真正細節。但偏偏咧我哋呢行嘅客最想睇嘅就係真實嘅人味同埋實戰解法。你諗下，萬一 AI 幫你抄咗啲過時嘅法律或者稅務政策，你直接出咗街喎，客跟住做就蝕錢，你間公司嘅招牌咧就當場玩完。記住 AI 係負責幫你提升效率，但你嘅經驗先係靈魂。聽我話，試下將你手頭上嘅核心案例同埋指標，用普通嘅說話咧寫低餵俾 AI， 幫自己起個私有嘅知識庫先，再等佢咧幫你執結構。想知點樣可以用你嘅經驗幫 AI 注入靈魂？留個言話我知你做邊行，我哋一齊傾下點樣可以幫你執翻個私有嘅知識庫啦。菠蘿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